好腳跪，跟住好手撳地下，坐喺好嗰邊，打側身坐。哦，佢要褪正啲嘅位，因為佢要瞓過嚟呢邊，係啦，嗱一樣嘅啫。然之後先瞓落去，好慢慢落去嚇。嗱，佢能力好啲嘅咧，佢就會借助一啲嘅嘢咧，咁啊撳住，又係好手好腳，先落咗去先。冇錯，非常好啊！嗱，但係咧，如果自己落地有困難嘅話咧，就要屋企人或者係工人姐姐陪同之下先至坐低啦。嗱，又係慢慢坐落去。咁咧，其實坐低起身咧都係一個練習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時時做下呢個動作。嗱，起身都係啦，好手撳住張凳，咁然之後咁就起到身嘅啦。係啦，嗱，屋企人陪同之下，慢慢坐落去個信心啊大啲啦。嗱，都係好手撳住，好腳撐住，跟住好嗰邊坐低先。咁就慢慢鍛鍊嘅時候呢，咁我哋個身體呢就會靈活啲，咁有好多動作都可以做到啦。係啦，通常都係咁樣慢慢坐落去。呢個係需要練習，因為一次未必得，係咪啊？嚇，試多啲咁就得㗎啦。係啦，慢慢上，唔得就扶住張凳。好，咁就上到嚟啦。嗱，非常好啊！攬膝頭哥埋嚟，伸翻出去，蹬下對腳，淨係攬住左腳，左腳晾上去張凳，係啦。咁兩個手指向天花板，手要做運動嘅。咁個手臂呢，扭上手臂。扭呢個手臂，一路轉動佢。嗱，原來我哋轉動呢一個手臂呢，咁我哋手踭、手腕、手指都會鬆到嘅喎。扭呢一個手臂，一路扭。嗱，扭到咁上下，覺得個手攰啦，個手呢可以擺上去頭殼頂，放喺地下，落到幾低做幾低，然之後翻嚟，擺喺 pat pat 側邊，重新再指向天花板。一路做，咁我哋晾一隻腳上去呢，係5分鐘，唔好太耐啦。晾完之後，你覺得隻腳舒服好多，同埋啲筋鬆好多，咁已經好好啦。嗱，呢個呢，如果大家要做嘅時候呢，記住睇鐘，要做夠5分鐘啊！好，而家晾右腳上去，做完左腳一定要做右腳，晾上去。咁繼續做住手嘅運動，指向天花板一路扭。咁做到攰啦，就放喺頭殼頂、耳仔側邊，然之後再翻嚟，再指向天花板，繼續扭隻手。咁同埋，如果我哋嘅手有水腫，個面部個頭有多餘嘅水分呢，我哋亦都可以將嗰啲水呢回流翻去好嘅淋巴腺體喺身體嗰度排出嚟嘅。所以瞓喺度做手部運動，比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做更加好嘅。嗱，呢一個亦都係做5分鐘，再攬膝頭哥埋嚟。合埋對腳，踩住張席，線出少少，揈下左，揈下右，鬆一鬆條腰骨啦。嗱，腳一定要線出啲嚇，收得太入呢，我哋兩頭碌嘅時候，嗰個腰骨就唔舒服啦。兩隻腳合埋啊！嗱，最緊要趴正，左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右腳
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pat pat 收實，放開腳趾指向後邊。嗱，呢一個呢係練後邊大髀嘅力，所以呢個大髀用多啲力，pat pat 用多啲力，咁呢一嚿肌肉就可以鍛鍊到啦。慢慢放低放鬆，左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呢個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就係練呢個肌肉啦，後邊嘅四頭肌。放低放鬆，右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左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pat pat 收實，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右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左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嚟多次，右腳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pat pat 收實，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兩隻腳合埋，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合埋啲腳，膝頭哥離開地下少少，腳趾都離開地下少少，放低放鬆。兩隻腳合埋，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兩隻腳合埋，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pat pat 收實，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嚟多次，兩隻腳合埋，腳趾頂住地下，膝頭哥離地，大髀收實啲，pat pat 收實啲，放開腳趾指向後邊，放低放鬆。嗱，個手盡量褪落啲，可以落到幾低就幾低。嗱，兩個手分開膊頭咁闊，撳住張隻腳合埋啲，背嘅力升起膊頭個頭顎高，推開個地下，拉高啲個身體上嚟。嗱，個身體拉上啲，個頭拉上啲，拉後啲，放低放鬆，放開啲腳趾，唔好咪住地下嚇。背嘅力升起膊頭個頭顎高，推開個地下，拉高個身體上嚟。放低放鬆，背嘅力升起膊頭個頭顎高，推開個地下，拉高啲上嚟。放低放鬆，背嘅力升起膊頭個頭顎高，推開個地下，拉高啲上嚟。放低放鬆，嚟多次，背嘅力升起膊頭個頭顎高，推開個地下，拉高啲上嚟。嗱，個頭拉上啲，拉後啲，放低放鬆，反轉，瞓喺度，瞓喺個枕頭度，瞓正啲，攬膝頭哥埋嚟，伸出去蹬下對腳，攬膝頭哥埋嚟，合埋對腳，踩住張隻，線出少少。嗱，如果得嘅就打開，闊啲。如果可以踩住隻邊係更好啦。如果唔得嘅唔緊要。嗱，個手如果可以嘅就輕輕揞住雲精。如果唔得呢，個手咧可以放喺個肚，手踭夾埋啲，膝頭哥放鬆打開少少，個肚臍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拉高啲嘅身體上嚟，輕輕托住個頭。嗱，個肚盡量凹晒落去，慢慢放個身體落去。嗱，呢個係練嗰個核心肌群嘅力。再嚟，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個肚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
拉高啲上嚟，個肚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個肚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個肚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再嚟，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個肚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嗱，個肚再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咁所以呢，係個肚凹落去，唔係個肚揦實咁樣捲上嚟。如果個肚揦實咁樣捲上嚟呢，係用咗頸嘅力，就唔係用咗肚嘅力。嚟多兩次，嗱，個肚臍盡量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個肚再凹晒落去，咁慢慢放落去。嚟多次，個肚凹晒落去，呼氣嘅同時捲多啲上嚟，個肚凹晒落去，慢慢放落去。好，攬膝頭哥埋嚟，伸出去彈下對腳，再攬膝頭哥埋嚟，合埋對腳，踩住張隻手放喺個肚，左腳指向天花板，小腿跌落嚟撞大髀，揈上去20次。咁嗱，呢個可以幫助我哋鬆個膝頭哥啦，同埋舒緩小腿疲勞過度。我哋行呢，成日行嘅時候，嗰個腳呢好攰啊，咁啊做呢個呢就比較好啦。嗱，做完20下之後，腳掌推出去拉入嚟10次，推拉推拉，腳硬直啲，腳掌勾入嚟。係舒緩呢個小腿酸痛嘅感覺。好，放鬆放低，右腳指向天花板，小腿跌落嚟撞大髀，揈上去20次。咁呢一個呢，其實最好就每晚臨瞓嘅時候去做，做完之後你發覺瞓醒呢，對腳呢會舒服好多。夜晚做比日頭做更好。好，做完之後，腳硬直啲，腳掌推出去拉入嚟，大約10次。腳硬直啲，腳掌慢慢勾入嚟，放鬆放低，攬膝頭哥埋嚟，伸出去彈下對腳，再攬膝頭哥埋嚟，合埋對腳，踩住張隻手放喺個肚。左腳指向天花板，右腳都上埋去，膝頭哥要曲曲地，腳掌輕輕勾入嚟，盡量打開腳闊啲，上去合埋掂一掂，拉大髀嘅內側，盡量喐隻腳，做20次。我做完之後，攬膝頭哥埋嚟，伸出去等下，再攬膝頭哥埋嚟，合埋對腳，踩住張隻，左腳翹右腳，打側碌過去右邊。嗱，留意翻碌過去嘅時候呢，嗰個右腳呢就盡量唔好喐嚇，咁同埋嗰個左腳嘅膝頭哥呢唔好掂地下。個膝頭哥應該呢就係同嗰個盤骨成水平線咁高嘅。再修正姿勢啦，腰頂高，放鬆放低左邊個背，頭擰去左邊，左手喺 pat pat 側邊放喺地下，做一個脊骨一個扭轉嘅姿勢。好，慢慢上嚟，放低腳，右腳翹左腳，碌過去左邊，腰頂高，放鬆放低右邊個背，頭擰去右邊，右手喺 pat pat 側邊放喺地下，慢慢上嚟，放低腳，左腳翹右腳，
碌咗過去右邊先。嗱，個膊頭都要上埋去，再修正姿勢，腰頂高，放鬆放低左邊個背，頭擰去左邊，左手喺 pat pat 側邊放喺地下。嗱，所以做呢個嘅時候呢，修正咗姿勢呢，每個人都唔一樣啦，個膊頭未必掂到地下㗎喎。咁呢個係自己嘅柔軟度啦。但係如果個膊頭唔肯上去嘅話呢，個個都係瞓晒喺度，跟住碌隻腳過去嘅話呢，咁呢個係將呢個盤骨夾硬拉咗過去。咁呢個唔係正確姿勢，亦都唔係自己嘅柔軟度。嗱，而家呢個先至啱嚇。慢慢上嚟，放低腳，右腳翹左腳，碌過去左邊。嗱，成個身體打側咗嘅，腰頂高，放鬆放低右邊個背，頭擰去右邊，右手喺 pat pat 側邊放喺地下，落到就落啦。慢慢上嚟，攬膝頭哥，伸出去揼下對腳，再攬膝頭哥埋嚟，合埋對腳，線出少少，揈下左，揈下右。攬膝頭哥埋嚟，伸出去揼下。好好啊！